咱三甲来祈祷。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会听，差遣你独生的圣囝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世间。主求你帮助阮，求你的圣神赏赐阮恩典、智慧、聪明，会当来认捌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拯救阮世间人的意义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。咱伫遥理问答第11到13，咱来讲到耶稣基督，伊的名叫做耶稣，伊的职分叫做基督，伊的职分个伊是上帝独生囝。但是今仔日主日14日到19日，咱要来讲到基督伊的所有的行达，伊的作为，伊为着拯救伊的百姓，伊到底具体做了什么种的事工？其实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工，完全配合被上帝赏赐伊的名，伊的名耶稣，就是要救伊的百姓脱离罪。基督就是要赏赐，互咱恩典，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先知、祭司甲君王。耶稣基督是祭司、先知甲君王，伊嘛要互咱成做即种人，这是咱头前所讲的。咱今仔日要来讲到进一步，今仔日主日14主日要来讲耶稣，伊是安怎样进入伊的地上的事工，伊是安怎样来道成肉身。成做咱完美的中保甲救赎主。好，所以咱讲第一项，啥事耶稣基督伊要道成肉身，啥事伊要伫肉体中来显现的。咱来看周报第3页，周报第3页，这个问答35，这个问答35讲，因为圣神感恩对在色女玛利亚所生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回答讲，就是上帝永远的囝儿，现在甲永远拢是永远的真正的上帝。因为圣神的运行，伊家己摕着人性，对在色女玛利亚来得到惠吧，为着要叫伊会当真做代笔的真正的后裔，凡事甲伊的兄弟共款。只是伊无犯罪。问答36讲，你对基督圣洁的感恩，甲伊的出世，到底得到什么种的利益？回答讲，伊是咱的中保，伊用伊的纯洁，甲伊完全的圣洁，伫上帝的面头前，除掉我的罪，我出世，我伫胎中，我就是有罪的。好，咱来讲到第一项。啥事也是安怎样？上帝要道成肉身，伊先要当肉体中来，肉身中间来显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先来分别一个话吼，肉身甲肉体无共。肉身是咱血肉的身躯，肉体伫保罗的讲法是讲到迄个英语讲 the sinful nature。迄有罪恶的本性，就是罪性啦，即个无共哦。所以咱咧祈祷的是讲上帝啊，感谢你赏赐互我食物，互我来养饲我的肉体，这袂使安尼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赏赐万物好的啉食，互我养饲我的身躯身体，安了解吼？肉体伫保罗讲是讲迄个会罪恶的本性啦。毋是身体啦，毋是身躯啦，毋是按了解意思吼。来，咱先来了解，是安怎耶稣要当肉身的中间来出现呢？因为耶稣伊要拯救咱世间人，伊第一项要需要做的是啥？就是伊道成肉身，伊要来成做咱人类的救主。伫这个咱的要理问答讲，伊要做代笔的真正的后裔。
凡事甲伊兄弟共款，只是伊无犯罪。所以第一项就是讲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特别做代笔真正的后裔。咱这代笔是啥物意思？代笔就是以色列国，伫因还未分做以色列甲南犹大进前，因个国家上强的、上贤明的圣王，叫做代笔。这个代笔伫圣经内有言讲，基督要为代笔的这个系统来出世。伊要成做代笔的真正后裔。这保罗先生伫罗马书第1章第3节讲论到上帝的囝，我的主耶稣基督，照着肉身来讲，伊是对代笔的后裔生的。上帝捌应允代笔讲啥？讲将来你的国要永远徛起，啊，我要对你的子孙中间来兴起一个。你的后裔，伊要起造伊的国，甲来永远来起伊的国的永远来永远伫咧。所以伊要牧养上帝的百姓，这就是弥赛亚的应允。所以耶稣基督降世，伊有2种的目的，伊成做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基督。咱了解过啊吼？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啊，基督是啥？基督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。基督是希腊文，啊，意思就是上帝要找见伊的弥赛亚来，要拯救。啊，有2种的原因，就是第一，上帝要找见伊的独生囝来做代笔的后裔。第一就是讲，伊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，这是马太福音第1章21节。第二项就是伫迄个加略太第4章第4章我第5节。咱拄仔KM文内底无读到哦，是咧，来咱看 KM文第4，KM文第4讲啥？讲道成肉身，住伫咱中间，有温典甲一里满满。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，亲像独生囝对爸所得的荣光。第3个 KM 讲啥？讲若是迄个时阵已经满，上帝请伊的囝对妇人人来出世。出世伫律法下，了后，迄印无印出来，印就是来赎回律法下的人，互咱受设立做囝。好来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伫消极性的，就是讲，伊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来拯救出来，来脱离罪恶的压制。第二项就是伊要救咱。来脱离这个律法的纠缠，要得到上帝子儿的名分。好来，咱分2方面来讲吼，就是讲弥赛亚来是要救咱脱离咱罪恶的辖制。人的罪恶是源起头是伫个埃甸农园，咱的始祖亚当夏娃伊犯罪，伫创世纪第3章就安尼记载，因违背上帝。在真明确的禁令，这个分别善恶果，这个树啊，这个你袂使食，因为你食的日子的确爱死。但是亚当夏娃因食这个禁果了后，因发现因家己的见效，因开始咧来闪避上帝，所以伊的规个性命拢对落黑暗的中间。所以对咱始祖伫爱的农园。伊是代表所有的人类甲伊的后裔，所以圣经讲罪是对一人入了世界，啊罪个为死个为罪来，所以死就临到咱正人，因为咱正人拢犯了罪。意思讲，这个亚当夏娃伊的后裔出世就有罪的罪性，啊人是因为是罪人才来犯罪，毋是人犯罪才叫做罪人，这想看卖来。人是因为有罪恶的罪性，顺探这个罪性来犯罪。咱来了解一下，这罪性甲罪行无同。我心内的怨妒、怨切，这个叫罪性，罪的本性啊。我来拍人、骂人、杀人，这是罪恶的行为。内面有罪恶的罪性、罪的本性，外口有罪恶的惊打的行为。好，这2项安尼分好清楚。亚当夏娃因犯罪了后，
因为传落来是咱罪恶的罪性，所以罪性这个sin sin 吼单数，这个罪性就是为一人进入一个人进入这个世间。啊，咱了后呢，有这个罪性了后，所以死当为罪来，所以死就临到正人，因为正人拢犯了罪。这罗马书第5章12节安尼讲。啊，希伯来书讲啥呢？安尼讲起来，感觉足艰苦。但希伯来书讲这个上帝正义女，伊共款有血肉的体，啊，耶稣基督亲身真侪血肉的体，特别借着死来败坏迄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要讨办一世人拢惊死、做奴仆的人。这是希伯来书第2章14节到15节。所以耶稣基督伊要拯救咱，伊真正有一个伊拯救咱，才会带着肉体的罪人，所以伊就真正有血肉的体。所以咱的肉体要承担咱所有犯罪的所带来的死亡，所带来的死亡。啊，耶稣基督呢，伊嘛是肉身的中间，为着咱来死。安尼伊毋但死呢，伊佫对死人中过活，伊佫赢过迄个掌死权的魔鬼。迄个魔鬼本来掌有死权，所以这个魔鬼就互耶稣基督的死佫过活拍破。所以即摆真正的掌握这个死权甲活命的性命权是耶稣基督，了解吼？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对咱中过活了，这个魔鬼就互耶稣基督来拍败。这就是耶稣伊到伫这个时候满足的时阵，伊就互上帝差遣来到这个世间。这是啥呢？第二项，这个弥赛亚来要拯救咱众百姓，来脱离这个律法的咒缠的咒诅。迄魔鬼引诱人来犯上帝律法的时阵，这个魔鬼掠准讲以后上帝的律法拢去互人来吞打，无这个世间无搁再有人会当真正完全来遵守上帝的律法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律法中间受咒缠、受咒诅。啊，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伊的人性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伊担当所有因为犯律法来受咒诅，这个永远死亡的这个刑罚。所以伊替咱担当啊。所以结果咧，伊满足律法所有的要求。伊一点仔拢无做，所以伊就是要注重咱为这个律法的纠缠的中间救开，安了解吼？所以你知影吼？耶稣基督要死的时阵，伊做2项代志，互人做2项代志。第一就是自从迄个刺皮的帽啊，刺皮的王冠戴在耶稣顶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睇刺皮是安怎来？刺皮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了，这个土地受到咒诅，所以才生出这个刺皮。啊，耶稣基督的头壳顶为咱来受咒缠、受咒诅，所以咱信耶稣的人，所有的命运的咒诅，所有为人为父母来对咒诅，啊，遐歹人对咱嘴人咒诅，咱拢总无效，安了解吼？譬如讲我其实我的命格有够歹，我是2两8个人，8字啦，8字上轻的是2两4，上重的是7两2，啊，我都2两8，所以阮小弟在笑讲，你这个无3两人，你讲4两话，你人你的命格就够歹，无上3两，应该命若到4两吼，较是迄个人中啦。啊，到5两6两，才是因上人啦。啊，我连一般人我都对袂着，我无到3两。啊，互看起，哦，说阮父母足烦恼我的，讲你真细汉哦，你无孝你，我出世的是袂当活过100日，所以我100日以后3个月了，较报户口。啊，我一世人够可怜的，我这世人欠土啦，无靠山啦，所以我毋当号做山就对啊。啊，山上悬的是山峰啦，我说这种是这拢为这命来受咒缠。我捌讲过，我因为信一贯道，我有咒抓，一贯道咒抓足惨呢。
讲我若是设立天机，其事灭祖，不量力而行，五雷轰顶，哦，你讲公事啦，啊，佮绝惊绝孙，啊，所以我连续生2个查囝，我老爸讲你这条无去啊，你这条无去啊，你受咒惨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这就是讲耶稣基督，伊代表咱受到所有的咒诅，所以上人对咱所有咒诅了，咱信耶稣的时候，咒诅拢伫耶稣替咱担当啊啦，咱是得到上帝的祝福啦。这就是咱，所以弥赛亚要来就是讲，咱这个受咒诅的人哦，即摆上帝吼拢无所有咒诅拢无效啊，变做得到福气啦。啊，请问台湾人较早吼，足多人咒惨的，你对毋对？台湾人较早咧叫囡仔叫安怎叫？讲痛倒底命，痛倒就是机胸那多破开，对不对？非洲的机胸呢，啊无叫你砍粪机啊，砍粪机啊是讲你死无人来收尸体，用粪机砍咧。啊，话讲我这砍粪机啊，啊我死路旁，死在路边哩，本来捡新尸，啊无讲拖咧路，搁用狗家己，好就讲迄足歹听诶，对不对？啊要叫你食饭，讲你毋捌吐血落，讲叫我食饭，都吐血啦，啊不然好故意，互你讲这。啊，台湾人做安尼，啊，做我讲迄吊死囡仔鸡，捌听过无？啊，鸡啊全部拢死哦，叫做吊鸡鸡。啊，猪啊得到迄个口蹄疫啊，啊，猪啊死叫做吊猪鸡。啊，囡仔得到这流行病，叫做吊死囡仔鸡，规整囡仔死了了。啊，你讲这咒惨的话，足歹听的话。啊，耶稣基督呢，伊来就是在这世间，知影咱受律法的咒惨，啊，所以呢，伊真正来为咱世间人。完全顺服上帝所有的律法，啊，所有的咒詛拢总无效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。第二大项，耶稣基督伊道成肉身，就是要做一个慈悲忠信的祭司头。耶稣基督伊甲咱所有兄弟共款，伊就是要成做一个慈悲忠信的祭司头，要为百姓来。献这个挽回节，因为耶稣基督受试探，因为试探来受苦，伊会当拯救所有受试探的人。基督伊要先怎开道成肉身呢？就是要认同咱，伊知影咱受苦、受试探，咱真正的艰苦，所以耶稣为基督转来为着咱来，和咱共款，伊会当来感受咱所有的艰苦。你知影有个人咧做代志吼，真正拢照按表操课，哦，照种行事。啊，这人做代志足细正，但是伊无法度体会别人的感受，伊无法度用慈悲来好款待人。人若有经历啊共款，咱才会当体会，对不对？有个人呢，有个人失丧伊的丈夫，也是伊的负责人，有人失丧伊的囝。啊，这有人失丧伊的婚姻，啊，有人伊的囡仔有残障。咱知影即种的人吼，咱无法度体会，啊，即种是伊永远的疼，永远的疼。但只有含伊有共款的人，才能来了解。所以，耶稣基督，伊伫即个世间，伊捌受到邀饿，伊也捌行路真正疲劳亚身。耶稣伊嘛捌伫垃圾路的梦前来哭。耶稣你死伫十字架，伊凡事拢甲咱共款，所以伊凡事甲咱共款，伊嘛会当凡事咧帮助咱，所以伊含咱有共款的经历，伊会同情咱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毋是人子同情咱，伊个是上帝的囝，所以伊了解咱心内，啊，甲伊做人子的时，佫受着艰苦，所以咱了解咱。所以，真正上帝的囝是真正会堪得恶乐，永远清楚。咱用信心来仰望伊。真正咱真少人会当了解咱每一个人的处境，咱的心境，真正无法度了解。这个箴言14章讲啥？讲我心内的苦楚，我家己知影尔。啊，我心内欢喜，甲外口人拢无关系。所以，咱若是受到指责、受到艰苦。咱伫遐操心背腹，只有啥人能了解？只有这个耶稣基督，伊伫人间受着人生的甜酸苦咸，伊真正受着真侪苦难甲试探，所以这真正会让阮得到安慰。
我拄有讲过，人子就是上帝囝，伊知影咱所有真正咱伫心内的痛苦、咱的渴望、咱的苦楚，伊拢了解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毋是一个冷冰冰的旁观者、旁观者，当边看，对不对？你敢知有一个人叫做观世音，伫天顶咧观这个世间的声，但是伊是音声救苦，但是这历史上无观世音这个人，无，这个生命是啥？是咱真正在渴望讲，真是真正有一个生命会当体会我，知影我的艰苦，看到我所有的苦难，佫会当来救我。所以我未信耶稣之前，我定定来念啥？念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这心内咧真正渴望有即种的生命。但是即摆耶稣基督，伊才是真正的。伊道成肉身，上帝的囝来到这个世间，伊佫了解咱，佫为咱的罪来死，佫碎死人中佫活，打上天伫天边上帝大平，伊才是真正了解咱，佫伊有大气力，为咱祈祷，佫会当来拯救咱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了后，咱了解时，咱要来了解第二大项，就是讲，这道是怎样成做肉身的？圣经讲，伊是为圣神的大权能来，互在圣母玛利亚来怀孕，所以基督特别拄啊姚李文来讲，基督现在甲永远拢是永远的真上帝。伊是对圣神的运行，对在圣母玛利亚来得到血肉的体，所以伊无罪，因为伊是照着圣神的大权能，和咱无共。伊的出世是毋是人的作为来得到人生？毋是，伊是圣神的大权能，伊是对这个在圣母玛利亚来出世。咱伫迄个路加福音甲马太福音，拢有记着，迄个少年未嫁翁，但是已经含约瑟，迄个做定着婚姻吗？但是伊甲因中间伊无发生，伊无同房过，但是伊却有身孕。这约瑟感觉真艰苦心。伊讲，他会安尼，伊对我他会遮不忠呢？若毋是上帝的介入，迄当时因这个婚姻结婚就煞，就又煞去啊，当退婚去啊。了后上帝差遣伊的天使，约瑟嘛玛利亚来宣布，讲这个你这人，这个有你有心，甲你的未婚妻有心，这毋是人的作为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要了解，所以天使对玛利亚讲：圣神要临到你，至关者的大权能要应庇你，所以你得到你出世这个圣者，要成做上帝的囝。这是真大的奥秘，所以咱无法度了解，咱无法度了解，但是咱会当用信心来承认来接受，因为咱人受造个有限的理性，咱无法度了解这个奥秘，但是这是圣经的启示，所以咱就用谦卑、用信心来领受，因为这伫人做袂到，但是上帝凡事拢做会到。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安尼讲，所以这是神者，这是上帝的大作为。咱来讲第二项，耶稣基督怎样成做道成肉身？第二项就是耶稣基督对这道成肉身，伊得到神性甲人性两种。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囝，对现在到永远拢是永远的真上帝。耶稣是出自上帝，也是上帝，伊有神性。咱拄伫这启文第一篇内底就讲到啊，吼，就讲到，原本伊是原起头就道，道甲上帝三角伫咧，道就是上帝，哦，对，耶稣就是上帝的道。咱来讲，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伫迄个约翰福音伊安怎宣告讲啦？讲除了对天降落。佫依原在天的人子，无人上过天。耶稣基督嘛讲，未有这世间进程，就有我甲爸所享受的荣光。所以依照着有限的安排，伊甘愿
这真正的上帝甘愿降入人间，亲自成做肉血肉的体。咱来看耶稣的人性，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伊较会，伊本来甲上帝住伫充满阳光满满甲富足的天顶，伊较会道成肉身的，是耶稣伊有意识到，伊自愿的，伊甘愿用伊的自由来选择，伊无保留，无丢除，伊来取到真正的人性。所以，这个人性是会朽烂的，这个人性是会破病，这个人性是会艰苦的，是会疲劳的，是受限制的。本来是上帝，伊根本就无是这，但是伊甘愿成做人，所以伊摕到这个人的确会死的身躯，伊最后行到这个坟墓，伊搁死的时阵，所以伊会当放杀天顶所有的阳光，伊甘愿来到这个世间。伊来到这个世间无未来，伊嘛无正常的生活，伊受苦害，伊受世界流浪，受打击，最后电死的时阵。所以这是耶稣对咱人的疼，耶稣基督愿意。所以耶稣这个新人两性互咱啥呢？因为耶稣是人，佫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无犯罪的人。所以耶稣会当替咱来死，咱耶稣若是神，伊毋是人，伊无当替咱来死。若是咱拢总有犯罪的人，咱家己就欠这个罪的债务，咱都还袂清啊，免怎个替人还清？所以耶稣基督，咱拄仔讲着，伊完全无罪，而且伊佫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，伊得到真大的功德，所以伊会当用伊的恩典甲这个疼痛来分予咱。所以伊嘛是上帝的囝，伊用一句话就平静这个风烟，伊用5个饼两尾鱼，互几千人食饱。伊嘛互伊所意爱、所疼痛的列撒罗对死人中割活。伊嘛用王的尊严来就近十字架，伊阁为坟墓中间来对死人中割活，伊战胜死亡。所以，当有人讲你是上帝囝，耶稣基督伊无含糊，无否认，伊肯定讲我就是。所以咱了解吼，所以咱知影，这个咱真恶直的，咱了解这个上帝的奥秘。你会感觉讲，今仔日在讲着的吼，讲上帝道成肉身是一个奥秘，上帝怎样变做肉身嘛是一个奥秘，上帝免怎有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免怎有神性甲人性，这嘛是一个奥秘。虽然是奥秘，但是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，因为耶稣是人，无罪义人，所以为咱来成做罪，来拯救咱。咱知影中保爱两项啊，除了伊是人了，伊爱阁是有大权能，毋是为咱的罪来死尔，伊叫咱对死人中割活，会当拯救所有的人。安尼耶稣嘛是上帝。所以伊会当进我们，所以伊当做到真正的中保。咱搁来思想一个，耶稣基督伊的出世甲咱无共。咱知影吼，咱无法当选咱家己的父母，也无法当选家己，也无法当选当时要出世，要怎样出世。咱拢对父母先运来生的，但是咱拢无发言权。独独耶稣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所以。伊要取到人性，要接受世间的生活，伊拢事先拢知影，伊拢了解，伊拢了解了，伊阁甘愿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知影世间人所有的罪恶，伊嘛知影天父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伊清楚伊要临到所有一切苦难，伊拢知影，但是伊愿意。为着世间人的受分，上帝的震怒，甲十字架的咒诅，伊甘愿经过所有的侮辱、受分、孤单，伊拢事先知影，伊知影佮愿意为咱来死，这是上帝极大的疼痛，极大疼痛。来，咱搁来了解一下，讲伊现在会要出世，伫为玛利亚来出世，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来开始伊的事工？咱有人讲耶稣吼，伊
的救恩是为佗开始，为十字架开始，啊，为佗来煞，为十字架来煞。即句话是无啥正确，安怎讲呢？那安尼讲的时阵吼，耶稣敢若伫十字架做救主尔，啊，伊十字架进前，伊所有的启示、恩典、医病、神迹、赶鬼，拢总无拯救哦。安尼就无，安尼毋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敢若伫十字架尔，无啊，伊个对死人中搁活，啊，打上天。伫爬上帝大病为咱祈祷，这嘛是拯救啊！按了解吼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是规整体的，啊，前话伊出世的时，伊就成做咱的拯救。是安讲？因为迄个马太福音第1章21节讲啊，讲伊要从伊的百姓对死人中，对罪恶中救出来，这就是伊出世的时阵。所以伊出世就有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咱伫老母的，伫老母的腹肚的中间受怀孕的时，咱就有了罪。诗篇51篇第5节讲：我是伫罪孽中间生的。请注意哦，咱伫老母的中间有了罪哦，毋是讲犯了罪哦。有了罪就是讲有罪恶的罪性。所以人伫出世的，未出世就有罪性。所以咱从即摆医学讲足发达的。我识来一个台一个教授，伊的囝是有迄个基因的罪，基因的病啊。所以伫高医伫台医疗的时阵，走去送去营总，送去营总看的时，迄个营总迄个吴主任真好，伊讲你的囡仔有即个基因的罪，基因的病哦，你这老爸为老爸来哦，这爸爸你来检查，按咱检查出来讲有。伊讲你即个病吼，若食这药啊，即马即个药已经有啊出来啊。你食这个药啊吼，一个月差不多台票2000块尔。啊，你若食这药啊，我保证你身体若正常，会当上少会当活到75。啊，你若无食这药啊，实际你未超过50岁，你定爱死。吼，迄个先生惊一个讲，哇，那安尼真正事实的。请问诶，咱人伫老母的腹肚的中间，都有罪的这。那用现代话讲，有罪的基因呐，有这基因伫内底。啊，所以上帝伊免怎拯救咱呢？免怎拯救咱？上帝就是照着伊的独生囝，互上帝的圣神感恩，对在世女出世，所以伊这个圣洁的神恩，甲伊的降生，就开始伊救赎的大工程，是为伊老母的腹内就开始，所以。耶稣基督，伊若毋是对在世女出世，若毋是安尼，伊就有罪性。对人来讲，伊就有罪性。按照罪性呢，耶稣一世人就犯罪。啊，伊若犯罪，伊就无当将咱的救主。所以耶稣基督，伊是伫即个老母的腹的内面，其实伊是圣神的投胎。所以耶稣基督伫即世间内底，伊无犯罪，甚至在定死刑的比勒多。迄罗马迄个巡抚，迄总督来，比如来讲来定死刑罪，但是伊洗手，伊讲这人绝对无罪，啊你无罪，佮人定罪，你讲啥物笑话，对毋对？啊，甲耶稣做伙徛起伊的学生，甚至伫伊伫咧克西马尼园，甲伫耶稣真紧急的中间，拢含耶稣做伙徛起的，即个因遮耶稣的学生讲耶稣无罪，安了解无？所以咧，诗篇32篇讲。得到赦免伊的罪过，也看伊的罪人，即人有得到福气。但是啥人有即种能力呢？只有上帝独生囝处着人的本质，成做人，所以伊对咱的中间，对咱来，对迄个，伫咱的老爸腹中的时，伊就来拯救咱。所以咱注意吼，基督教有一个洗礼。叫做圣人洗礼，是圣人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，甲伊的迄落，即种的圣人的洗礼，咱拢了解。但是咱忽略基督教阁有一个婴儿的洗礼，婴儿的洗礼，婴儿的洗礼是怎基督教要用婴儿的洗礼？就是这魔鬼知影讲咱人有罪性，所以魔鬼伊伫逐个妖告的头前。伫囡仔问前的后就讲，即个是黑暗之主，即个以后属我的，
这要属我的。但是，咱大囡仔用字来写的时阵，咱就是表明讲，这个囡仔是属伫上帝，属伫上帝。所以写的是咱拢宣告，检测咱的囡仔是伫罪恶中来升温，伊会经过应该经过各种的受苦、甲罪恶，甚至受定罪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伫伊的老母的腹内，伊就是圣神来投胎来感恩，所以伊会当伫基督内面，每一个人拢会得到清气。虽讲我有各种的罪，但是耶稣基督伊的保护会洗清我的罪。安尼讲吼，所有的教会的囡仔、出世的囡仔，拢是上帝的儿女，拢是上帝耶稣基督保护所拯救的。咱这做父母的人，咱知影，咱这个囡仔若写咧，咱是含上帝立约，讲我的囡仔是属伫上帝，毋属伫我的。我着爱用啥？用真好的模样，好的行道模样来吸引我的囡仔讲：哦，阮爸信耶稣遮好，我愿意信。啊，搁再用智慧的教训，啊，搁再就从这细囝带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学，参加教会团体，互伊伫上帝正义路的三厅中间，带伊饲大汉。所以咱教会这用字这就是为遮出来的。吼，所以耶稣基督伊的救恩是伫咱的内面。所以咱真正吼，咱来真正好好来为教会遮的青年要结婚来祈祷，啊，有遮为有心的妈妈来祈祷，啊，为着咱主日要来祈祷，啊，所以规个教会拢是上帝所疼痛的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虽然阮伫罪恶的中间来升温，有罪性，但是阮伫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去，阮的罪受热控，受洗清去。所以，阮甲阮的细囝，若咱重新开始，伫基督的内面来服侍主，来听主，主阮啊就用这个好、遮尔水的恩典来传播予较侪人。求主你帮助阮永光堂的教会，阮所有的家庭，拢让全家来信主，全家来服侍主，全家来听主。愿主你的恩典临到阮家庭每一个家庭所有的成员。阮安尼祈祷、感谢、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